相信大家都有試過返到屋企打開信箱嘅時候，見到裡面有一封封可能寫住重要文件、絕對保密嘅信，而當中呢啲文件大部分都係嚟自政府或者係個人嘅一啲私人文件。往往我哋對於寫住咁嘅字眼嘅信嘅時候，我哋都會特別留意、特別注意，覺得裡面可能係一啲重要嘅事情。而呢一啲強烈嘅字眼，同埋我哋重視事情嘅心理反應，竟然一步步俾騙徒利用緊。而我哋更加可能一步步咁樣跌入佢嘅漩渦裡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到嚟我哋嘅頻道。今日睇深啲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單香港嘅最新型騙案，係好值得每一個人去留意。特別你係屋主、租客或者屋企裡面有長輩嘅話，就要更加小心。因為今次新型嘅騙案唔係普通 WhatsApp、普通電話嘅騙案，更加唔係嗰啲一眼睇得出嘅低級釣魚 link，而係今次係有人收到好似政府公函咁樣嘅信，而喺呢啲信件裡面，佢提到檢控部、封抄令，乍眼睇落去好似係一啲嘅法律字眼、法律程序，但係實際上佢係想拋窒你，引誘你去掃嗰個 QR code，之後再偷你個人資料，甚至係銀行資料。咁究竟成件事係點樣發現同埋點樣開始嘅呢？有網民就分享話自己喺出租咗接近10年嘅單位裏面，突然間收到一封信，而奇怪嘅位置就係呢一封信上面唔係寫住屋主名，亦都唔係個租客嘅名，而喺租客收到之後，佢就擔心有問題，於是佢就走去問屋主。而呢一步其實好關鍵。因為如果收件人唔夠警覺嘅話，單憑見到呢一封信做得咁似嘅話，其實第一下就已經中計。如果我哋睇返網絡上流傳嘅圖片嘅話，我哋就好容易可以見到呢一封信，佢個外觀其實真係好刻意咁樣做到好似官方文件咁。喺信上面佢寫住重要文件、私人文件、絕對保密呢啲咁嘅字眼，又有一個疑似郵政局嘅印章，再加埋法律嘅警告字眼。對於一般普通市民嚟講，其實我哋一見到呢啲元素，好容易就會諗，係啲咩重要嘅文件呢？係咪有問題？我要即刻去處理呢？而呢封信裡面最具殺傷力嘅地方就係裡面嘅 QR code，因為打開封信之後，佢就會叫你掃嗰個 QR code 去睇更加多嘅資料，或者係作出回覆。當我哋見到法律嘅字眼又有期限，個人一急起上嚟，其實真係可能諗唔到咁多，就直接攞起部電話掃一掃。但係問題就係呢啲 QR code，佢唔似一般嘅網址，唔係你肉眼睇落去，你都可以大概估到會帶你去邊度。但係如果我哋望住 QR code 呢一個正方形亂碼，我哋根本就無從考究。只要你一掃，隨時就已經去咗一個假嘅網址裡面。再差啲，可能會直接觸發咗惡意下載，令到你部手機完全中毒。不過今次好彩嘅地方就係網民足夠清醒，因為佢喺裡面發現咗2個好明顯嘅破綻。而裡面又有啲咩破綻會俾人發現到呢？原來第一個其實就喺香港根本就冇一個正式叫檢控部嘅政府部門。而喺香港負責刑事檢控工作嘅，其實係屬於律政司轄下嘅刑事檢控科。而呢一點其實好重要，因為好多嘅騙案都係咁樣，佢用咗一個似是而非嘅名去呃人。個名聽落去好似好官方，以為係政府部門，但係其實佢唔係正式嘅名，更加唔係所謂嘅政府部門。只要市民對於政府嘅架構唔熟嘅話，就好容易被誤導。而第二個破綻就係時間線好唔合理，因為郵件嘅郵票上面嘅日期係寫住4月10號，但係佢要求收件人喺4月17號之前回覆。就咁聽落去好似仲有1個星期，但係你要諗真啲嘅就係正式郵件由寄信加到去收件，其實都要時間，仲要留返時間俾你去處理核查同埋回覆嘅時間就非常之少。但係點解騙徒要咁樣做？因為佢想你冇時間冷靜咁樣去查核，因為當你越急嘅時候，你就越容易出錯；當你越驚嘅時候，就越容易中伏。而我哋睇返警方方面嘅處理手法，原來旺角警區近日已經發出貼文去提醒市民。據報佢哋接收到相關嘅反應，的確係有人收到懷疑嘅詐騙信件，而內容就係偽裝成政府部門嘅公文，佢提到檢控部同埋抄封令。而警方嘅提醒其實都好直接，
第一，如果大家收到可疑文件嘅時候，要保持冷靜。第二，就係要自己去官方嘅網站揾翻部門嘅電話，直接打電話去核查。第三，就係千祈唔好去掃來歷不明嘅 QR code。第四，最好就係提醒埋身邊嘅長者同埋朋友。而我自己覺得今次呢件事情最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地方，就係騙徒嗰一種更加升級版嘅心理戰。以前嘅騙案，大家以為好似亂咁 send 錯咗一啲 message， 打電話嚇一嚇你。但係今次佢哋直接升級去到真實嘅實體文件，用一啲法律嘅字眼、假嘅官方感覺同埋一啲數碼嘅釣魚混埋一齊。一方面佢用傳統嘅信件去增加所謂嘅真實感，另外一方面佢就利用 QR code 將你喺網絡世界上面落手。即係話其實佢哋而家唔再係單靠一種嘅手法，而係將人嘅心理弱點同埋唔同嘅科技漏洞一齊利用。而呢一啲嘅騙局對於以下呢幾類人嚟講會特別危險。第一就係長者，因為佢哋平時其實見到一啲公民形式，佢哋都會覺得緊張，覺得好重要。第二就係一啲嘅屋主，尤其係有出租單位嘅，因為每當佢哋見到封信寄到去單位地址嘅時候，就可能以為同物業有關。仲有就係一啲平時唔太上網，但一見到官方文件就信咗7-8成嘅人。所以今次已經唔係再單純一個人大意啦，而係一啲騙徒特登去設計，令到普通人更加容易去中招。而講到尾，我哋面對住呢啲嘅騙局，我哋有幾個動作或者係幾個做法一定要記住。第一就係每當我哋見到一啲好似真越得人驚越趕急嘅文件嘅時候，我哋就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第二就係唔好根據信裡面提供嘅方式去查證，要自己直接去官方嘅網站揾正式嘅聯絡方式先去查證。第三就係唔好相信任何來歷不明嘅 QR code， 我哋都要當佢係高風險咁樣去處理。而第四就係涉及到銀行、身份證、信用卡等等嘅資料嘅時候，我哋千祈唔好亂入資料。正如警方所講，其實只要我哋做嘅任何事嘅時候肯慢一拍去查核之後，其實我哋就有好大機會可以避開呢啲咁嘅風險。所以今次呢單新聞表面睇落去好似係間唔中有人收到一封假嘅信件，但係實際上其實佢係反映緊騙徒已經越嚟越識得點樣去扮正式、扮官方咁樣去呃人。而特別香港人平時生活已經好忙，好多人一見到法律嘅字眼就會開始驚，一驚個人就亂，而一亂就會中招。而呢啲先係最值得我哋警惕嘅地方。去到最後都想提醒大家一句，如果係真正嘅官方文件，佢一定唔怕你查，所以我哋可以每次都係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去核查一下先。只有騙徒先想你即刻去掃、即刻去撳同埋即刻去交資料。所以如果你屋企人特別係長者嘅話，平時都會自己收開信，又識得用電話去掃 QR code 嘅話，咁今次呢條影片真係建議你哋 send 俾佢睇，等佢哋都可以留意呢一啲最新型嘅騙案。因為有時防騙唔單止係靠你一個人醒，最重要嘅係成家人都一齊有警覺，一齊可以去識別騙案。去到最後，唔知大家又點樣睇呢次嘅最新型嘅騙案呢？歡迎大家喺樓下嘅留言區留言，講下你嘅睇法，一齊討論下。如果你鍾意我今日嘅影片同埋分享嘅內容嘅話，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關心時事嘅朋友，同埋唔好唔記得撳埋訂閱同埋隔離嘅鐘仔。如果下次我哋有最新影片嘅時候，佢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